今日天气晴和，不免去到西边浣纱一番便了。马来！来至在栀罗村，听遍尘世。看那彷徨山雨，却是方儿子。哎呀，且知看那旁有一浣纱的女子，绝色美女，她是何人？想我范蠡为国勤劳，尚无世家之乐。若得此女成为婚配，真乃是三生有幸。我不免向前问过民心，有何不可？啊，小娘子被人拜矣。尊冠万福，敢是失迷路途了？并非失迷路途，我看小娘子身材非凡，定不是寻常之辈。请问小娘子上行何方举止，请道其详。尊冠永宾。
村中有一女子名唤西施，原来就是小娘子失敬了。岂敢？请问尊官上席。被人上太府犯礼。哦，原来就是范大夫么？真是。明日不知多有得罪。岂敢？就问大夫，跟随越王去到吴邦，如今怎么能够回来呢？是我用尽计谋，买通吴王左右，如今才得回来。哦，原来如此。真是。啊，大夫，越王现在吴邦怎样了？怎么要问我之越王么？真是。现在吴邦与吴王看马。越王现在吴邦与吴王看马么？真是。我想越王乃是一国之主，如今落在他邦，与人家看马，思想起来，好不伤痛人也。哎呀，且知，我看小娘子颇有爱国之心，这报仇之事少不得要印在她的身上。我不免用言语打动于她。啊，小娘子，吴越结仇之事，你可知否？明日不知，大夫请到其详。两行听了。一心当年为男人，谈下官与两行细舌分明。我越国与吴王就有仇恨，两国间战事起，兵败求军，我有心替日夜报仇雪恨。空有这报国之，怎奈无人？想我越国
之地，百姓也有数百万之众，竟无一人前去复国报仇，怎不叫人痛恨？听大夫之言，难道是我越国之中，竟无一人能够前去复国报仇么？我看此事少不得要印在一人的身上。哪个的身上？不是旁人，是哪个？就是小娘子你。哎，我家乃是个懦弱的女子，怎好前去复国报仇啊？我有一计，娘行若能应允，大功必成。大夫请讲。娘行有所不知，那吴王乃是酒色之徒，我有意将小娘子献于吴王，他定然见喜，必会释放越王。日后小娘子在吴宫随机应变，这复国兴邦的大人，何愁不能成功？若要复国兴邦，非此不可，为君莫属。这个怎样？大夫既有报仇之心，难道是我这女子就无有救国之意了么？也罢，但凭大夫吩咐，命你无不从命。如此说来，娘子情愿前去吴邦么？北国效忠，理所当然。娘子忠义，天人共鉴，日后越国重兴，娘子功高盖世，请上受我一拜。这上表。小娘子放宽心，家中等待。
下官接你来，再做安排。